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草根貓啊。今日係深圳一日遊，我會去羅湖兩個好近嘅商場行下，夜晚就食自助餐，行程相當豐富啊。我哋今日主要喺國貿站活動，從羅湖口岸搭一個站就已經嚟到國貿站啦，非常之近。第一個要去嘅商場叫國貿 Spring， 喺國貿站 C 出口出，行條樓梯同埋扶手電梯就會到，全程有瓦遮頭，唔會日曬雨淋。國貿 Spring 係一個翻新嘅商場，6月中重新開業。商場目前大多數都係餐廳嚟嘅，其餘就係服務類型嘅商戶。感覺上商場嘅定位同卓越煙攤都好似啊，主要都係餐廳。客人都係附近商業大廈嘅商務客為主，好多人嚟呢個商場食完嘢就會走。睇嚟商場要多啲唔同嘅商戶同埋出租率高啲，先至可以吸引更多訪客。依家商場有啲似半製成品嘅感覺。好快俾大家望下商場有咩鋪頭。先講餐廳，有食omakase嘅奇響滿，食客家菜嘅話梅客家小廚，食順德嘢嘅煲正公，食雞煲嘅姬夫人，打邊爐嘅高燈籠同埋百合里，食片皮鴨嘅京味張，食拉麵嘅麵屋豬一，糖水甜鋪，咖啡同埋手調飲品就有瑞幸咖啡、Manner Coffee、奈雪的茶、Dai Coffee。之後就係零售同埋服務類型嘅商戶啦，有手作店、玩遊戲機嘅鋪頭，有一個迷你嘅室內遊樂場，門口就有啲夾公仔機。如果俾入場費嘅話，可以入去玩更多嘅設施，例如 VR 高卡車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睇埋其他鋪頭啦。賣智能數碼產品嘅樂奇，賣衫嘅鋪頭 To Rosebud， 賣化妝品嘅 Volcolor。喺度見到耳木圖嘅小貨架，之前我喺京東都曾經買過耳木圖粉撲啊，佢哋嘅粉撲真係幾好用，質料好舒服，上妝又貼。今次見到貨架，當然唔可以錯過入貨嘅機會啦。有好大間 Miniso， 入面賣嘅嘢都好全面啊。商場嘅鋪頭就睇咗一半啦，我哋好隨意揾一間餐廳試下。餐廳名叫潮香四海，呢個就係餐廳嘅餐牌。咁望落去啲嘢食都幾啱食嘅，同埋價錢都算合理。環境就係好傳統嘅中式格局。話時話啦，今日喺深圳食足全日，開餐之前同大家分享下我近來嘅好物預約堂 Melty M's 容腩酵素。之前成日飲食食又少運動，肚腩大咗好多啊！幾個月之前我就開始跑步做運動，同埋揾消腩產品。身邊有朋友食咗10年預約堂容腩酵素，推介我試下。我食咗幾個月，效果真係幾好。食法好簡單，每日食2次，每次3粒，餐前30分鐘服用。容腩酵素主要成分包括綜合酵素、白腎豆、甲殼素、綠茶萃取、5青精華同埋葡萄籽，係目前科研證實對減肥好有效嘅元素。呢幾種元素組合埋一齊就可以全方位做到分解、阻隔、燃燒同埋排毒。醫學研究指出，阻斷吸收係體重管理嘅其中一條重要防線。容腩酵素含有白腎豆同埋甲殼素，可以從源頭阻斷熱量吸收。另外，我認為容腩酵素有個好明顯嘅即時效果，就係化胃氣同埋消滯。同大家做個實驗，呢碗粗麥皮加少少水同埋容腩酵素攪10分鐘。麥皮分解成液體，情況就好似我哋食落肚之後，食物被容腩酵素分解一樣，由較大嘅分子分解成細分子，更容易消化同埋消滯。為咗配合最佳效果，呢段時間我每日飲水量提升到2.5升，依家去便便暢通咗多咗，同埋便便都係健康嗰隻。
我食咗幾個月，肚腩細咗，加上做運動，個人又健康咗。最近做身體檢查同埋見營養師，全部指數都好靚仔添。正所謂時間證明一切，預約糖溶膽酵素喺市場上有10幾年啦，有咁長歷史嘅產品，背後當然有一班長期用家。預約糖溶膽酵素已經賣咗160萬盒，用家滿意度測試結果發現，100% 嘅用家認同溶膽酵素有效排油、暢便而不瀉，98% 認同1日後明顯減肚腩、胃腩，72% 用家認同有明顯消解餐後飽滯感。如果你都有興趣，就記得 mark 低呢個日子，嚟緊8月7日禮拜五，萬寧出位價159蚊，買6件再送1件啊！中意食大餐又想減走肚腩嘅朋友就記得去萬寧掃貨啦。好，我哋翻去開餐啦。呢度茶位係每人3蚊一位，個茶都正正常常啦，算係易入口嘅。我哋叫咗招牌蠔餅，老實講38蚊有呢個份量，真係好有誠意啊！炸到好鬆脆，唔會太油膩，同埋啲蠔都幾多，落足料，差唔多啖啖都係蠔肉，啲蠔冇腥味，而且都幾肥美。份蠔餅嘅性價比呢，真係非常之高啊，難怪係招牌菜。之後就係蒸小青龍，價錢同香港差不多，個頭有啲高，啲膏好似食緊海膽一樣咁滑啊！龍蝦肉都幾飽滿嘅，望落去好白滑，好結實，口感都幾彈牙，同埋冇雪藏味。底下嗰層係蒸蛋，雖然鋪喺底，不過唔係好覺有吸到龍蝦嘅味道啊！整體感覺咧，呢隻龍蝦就不過不失，有啲似自己屋企蒸嘅味道。之後就係腩肉涼瓜煲啦，啱啱整起仲冒緊煙，好熱啊！平時喺深圳食嘢咧都係比較重口味啦，咁呢一煲咧我覺得係比較清淡嘅，似乎冇落太多調味。腩肉就切得都好大塊同埋好厚，可能因為浸咗一段時間啦，嗰個涼瓜咧係好腍。如果你唔想食咁重口味嘅話咧，咁呢一煲咧就啱晒你啦。每一位客人都會有糖水送，糖水係桂花味嘅啫喱，少少甜，但係唔會太甜嗰隻都 OK 嘅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呢餐飯就正正常常啦，雖然未至於好有驚喜或者好食到要專登過嚟試嗰隻，但係平平穩穩，不過不失。食完嘢，我哋喺商場揾間 cafe 坐下 hea 下，見到呢間叫 Die Coffee 嘅 cafe 裝修都幾靚。同埋原來全深圳只係得3個地方有分店，於是就想試下。餐廳嘅裝修係我最中意嘅藍色，同埋有隻拋擺喺正中間啦，咁都幾有心機。比起其他深圳 cafe 呢，我覺得呢間裝修就特別啲啦，會俾人有一個深刻嘅印象，好啱打卡。咁佢連台台凳凳都係豹紋嘅設計，有咖啡豆賣，仲有多款唔同口味，價錢就行中高檔路線，都幾進取嘅。呢度一杯咖啡同埋花茶平均就賣30至40蚊不等。我叫咗杯美式咖啡同埋粉紅檸檬氣泡，真係不得不佩服咖啡每個位都勁細緻啊！飲管嘅包裝、托盤、杯墊全部都用心設計，坐喺度撳下手機飲下嘢，又可以過一個休閒嘅下午。我哋 book 咗5點半去食 buffet，所以趁有時間呢，就行1分鐘去附近嘅金光華廣場嗰度睇下。金光華廣場比起國貿 Spring 係更加多嘢睇啊！咁亦都好多香港人好熟悉呢個商場㗎啦。呢個商場有超市，有唔同菜式嘅餐廳、茶飲店、夾公仔鋪，仲有家品店。我去嗰陣咁啱係世界盃4強，作為一個忽然球迷，見到呢堆球星卡忽然想買，同埋據我所知，香港係好難揾到呢個包裝嘅球星卡。香港見到嗰個版本呢係銀色版本嚟嘅。好啦，咁依家同大家一齊開箱啦。
開完卡啦，時間嚟到5點幾左右，我哋從金光華廣場行10分鐘去到深圳彭年萬麗酒店，準備食旋轉餐廳自助餐。彭年萬麗酒店可以講係深圳第一代嘅酒店。20年前大家去深圳蒲嘅話呢，都應該會聽過呢間酒店㗎啦。雖然酒店有翻咁上下歷史，但係2019年完成咗翻新。今日我哋要去50樓食自助餐，上到去44樓就要轉 lift。我哋5點半嚟到，啱啱好係晚市嘅自助餐開始啊！喺大眾點評嗰度一早買咗2人海鮮自助晚餐，價錢係人民幣788蚊。用餐環境真係100分啦，非常闊落啊！有翻酒店應有嘅環境，超高樓底可以一覽無遺周邊嘅地區。由於係旋轉餐廳嘅關係啦，大家見到嘅風景呢亦都會不時轉變，拎嘢食亦都好方便，全部呢都係喺座位嘅旁邊嘅。另外樓上可以拎刺身同埋鐵板燒，咁就先俾大家睇下樓上有咩嘢食。刺身有吞拿魚、鯛魚、希靈魚、三文魚等等，師傅會一早切好擺喺度嘅。有壽司，不過選擇唔算好多。壽司檔旁邊就係鐵板燒檔口啦，有雞肉、羊架、牛肉同埋豬肉，有啲肉會一早燒好擺喺度，如果冇嘅話呢，你可以叫師傅即場燒俾你。相信大家呢都係中意即刻燒。上層只係得2檔嘢，大部分食物都係喺下面嗰層。咁我哋就一齊睇下下面有咩嘢食。先睇下海鮮，望落去都好豐富，有鮑魚、大頭蝦、紅蝦、長腳蟹、螺、青口、扇貝、八爪魚。仲有呢隻應該叫老虎蟹啊！如果我認錯咗嘅話呢，歡迎大家留言更正我。就咁睇海鮮嘅選擇都 OK， 有即開生蠔，咁是日生蠔就係來自新西蘭，每人每次限拎2隻。另外仲有啲醃製咗嘅海鮮，有得打邊爐嘅，個爐就問服務員拎，咁食物就喺出面夾。有多款醬料可以自己撈醬。之後我哋睇下熟食啦，先睇下廚師現切肉，有牛、羊、豬手同埋燒雞。中式肉類就有鴨、豉油雞、豬頸肉，旁邊仲有焗蠔。呢度亦都有串燒啦，咁師傅會一次過燒好多串，然後擺出嚟嘅。有德國腸同埋冬陰功烤魚，有麻辣小龍蝦、蒜香小龍蝦、蒜蓉炒時蔬、蒸三文魚骨、炒飯。炸嘢嘅選擇都幾多啊，包括雞軟骨、春卷、咖喱角等等，有叉燒酥、老婆餅。飲品方面啦，有個雪櫃放咗啲罐裝飲品嘅，包括啤酒、汽水，仲有大象牌嘅梳打水，有咖啡機可以沖到各款口味嘅咖啡，有熱奶茶分咗有糖同埋冇糖，仲有即沖凍奶茶、凍檸茶、紅白酒任飲，仲有日本清酒。沙律就唔多覺眼，不過可以拎哈密瓜煙肉，有生果，就咁望落去啲生果都幾新鮮啊。甜品方面有手工甜品，有多款口味，全部細細件俾大家可以淺嘗。有水果撻、綠茶 Tiramisu、蛋糕、雪糕就供應 Häagen-Dazs， 咁呢樣嘢都幾加分啊，因為 Häagen-Dazs 喺雪糕嚟講都算係貴嘢。另外仲有爆谷、梳芙里班戟同埋雞蛋仔。剛才同大家睇到嘅食物選擇真係勁多啊，好豐富。暫時環境同埋食物選擇我覺得都好好嘅，咁食物嘅賣相望落去亦都唔差。而家就夾嘢食，同大家試下食物質素如何啦。首先同大家試下生蠔，生蠔就正正常常啦。咁紐西蘭生蠔基本上你喺香港食定係大陸食都係一樣噶啦，都算係肥美嘅，處理得乾淨都 OK。跟住就係刺身啦，老實講質素真係麻麻地，佢唔係唔新鮮，但係唔夠滑同埋比較多筋啊，冇咩光澤同埋冇咩彈性。超市買嘅刺身仲靚過佢。之後就係海鮮，我哋每樣都拎啲。蝦就正正常常啦，都算係鮮甜嘅，同坊間自助餐供應嘅蝦差不多。鮑魚肉質彈牙，但係可惜啲肉唔夠厚啊，口感爭啲。青口同埋螺肉就正正常常，長腳蟹啲肉就唔夠新鮮啦，同埋啲肉比較柴啊，好乾，咁有啲失望嘅。扇貝比較細粒，同埋啲肉唔夠滑啊，好鬆散，食落去仲有少少韌添。輪到老虎蟹啦，咁一早已經開咗殼，所以處理嘅時候都比較方便。
可能因為我唔識食啦，我覺得個味道咧真係好一般啊，同埋有啲雪味。唔知大家有冇食過老虎蟹呢？你哋覺得個口感應該係點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啦。感覺上海鮮有待改善啊！我哋拎咗一份蝦蜜瓜同埋煙肉，咁就正正常常啦，好標準嗰隻。之後就係肉類啦，我哋每樣都夾啲。現切牛肉好柴、好韌、好乾啊，完全冇肉汁。可能喺大陸食西式嘢，始終都冇香港咁好食。鴨髀就正正常常，串燒同樓上拎嘅鐵板燒呢，反而幾有驚喜。可能鐵板燒即做出嚟嗰個效果特別唔同啊，啲肉就比較滑啦，同埋會有翻啲肉汁。於是我哋 encore 再拎多份。我建議大家咧都係上嚟拎鐵板燒嘅肉，好過拎下層嘅肉啊！下層嘅肉咧真係非常麻麻。唔經唔覺入夜啦，夜晚餐廳天花板仲會着唔同嘅燈，環境都幾浪漫啊！咁我哋繼續食啦，我哋試下佢哋嘅打邊爐啦。咁打邊爐基本上都好難中伏噶啦，食材都係大同小異。啱啱食咗咁多海鮮，又有咁多肉，想食下啲蔬菜。個鍋呢就係清湯湯底，雖然個鍋唔算好大，但係唔知點解呢，勁耐先至滾啊！建議大家要預翻啲時間。打邊爐嘅食物就正正常常啦，不過不失。最後我哋都有拎到生果嘅，咁生果嘅質素都幾好，好新鮮。甜品方面啦，我哋試下手工甜品，綠茶 Tiramisu 都幾滑，同埋好綿密。另外仲拎咗慕斯小蛋糕，正正常常同出面食嘅放題差不多。食完甜品，為我哋今餐畫上完美嘅句號。最後好快同大家總結下我對呢間自助餐嘅感覺。環境我覺得就100分㗎啦，咁高樓底仲可以喺咁高處一覽無遺周邊嘅環境，坐又坐得舒服，基本上呢個環境係冇得挑剔嘅。食物種類好多，選擇豐富，起碼超過100款唔同類型嘅食物，你諗得出嘅自助餐食物佢哋都差唔多有齊晒。飲品唔係包2杯檸茶嗰隻，而係無限任拎。總之呢度嘅種類係可以滿足到中意多花款嘅朋友，但係好可惜，我覺得佢哋嘅食物質素就一般般啦。100分呢，我只係俾60分。最令人失望就係海鮮，長腳蟹、扇貝、老虎蟹都唔夠新鮮，刺身嘅水平亦都係麻麻地。現切肉類係唔合格，好柴好柴。慶幸鐵板燒嘅肉做得唔錯，所以我哋都拎咗2轉。打邊爐同埋甜品都 OK， 正正常常。所以788蚊人仔2個人值唔值得食，真係見仁見智啦。食環境 OK， 要多花款 OK， 但係就唔好對食物質素有太高期望。呢個就係我對餐廳嘅感覺啦。食飽飯我哋返屋企開箱埋今日買嘅粉撲，好推介大家可以買耳木桃嘅粉撲試下，真係好好用嘅。如果唔上深圳買嘅話呢，都可以喺佢哋嘅淘寶官方旗艦店，又或者京東自營店嗰度買到。唔經唔覺今日嘅影片又到尾聲啦，鍾意我嘅影片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